咱的主日崇拜当中，咱会当伫崇拜当中做伙来敬拜上帝，来学乐上帝，咱嘛来听上帝的道。咱特别为着今仔日的主日崇拜来祈祷，求上帝来引带、来带领。特别伫今仔日的崇拜当中，咱邀请中大神学院的调代笔院长会当来到伫咱当中做伙，伫咱当中来分享上帝的话。咱望咱会当对上帝的话，搁较侪认捌，对上帝有搁较侪的幸福。邀请上帝来到伫咱活命当中来引带咱。所以咱今仔日特别为着咱今仔日，为着咱家己来祈祷，嘛为着院长来祈祷，为着今仔日的讲道，为着所有主日崇拜的进行，有上帝的灵引带咱，互咱会当当心来跟对上帝的话语来行。咱当心为着今仔日主日崇拜来祈祷，请感谢上帝的恩典，听从引带阮，主啊，互阮来到伫你的面前，阮的心望对你得到更较侪的幸福，对更较侪，阮的望，我要来高举你的名，我要来颂赞，来荣光你的名。主啊，只有你，你是全能的主，全能的上帝，只有你。你充满伫阮活命当中，互阮每一天的话语，拢得到上帝你满满赏赐平安的祝福甲恩典。阮感谢你，因为你听阮，因为你听阮到底，所以互阮来到你面前的时阵，阮的心就幸福，阮的心就快乐，阮的心就看见上帝你所赏赐永远的望。主啊，只有你，你是全能的主，只有你引带阮，互阮来到伫你的面前，互阮的心伫你的恩典当中，满满得到平安，得到喜乐。感谢你，你的恩典，你的听从永无止线。主啊，互阮的心伫来到伫你的面前，阮的心就会当拍开，阮的心就会当邀请上帝你的灵进入到伫阮活命内面，引带阮，互阮的心伫你的话语当中，看见上帝你所指明的道路，互阮就知影要怎样对你来行。感谢你，你的恩典，你的听从，一直拢踮伫阮的心内面，让阮的心幸福，让阮的心倚靠你，学乐你，颂赞荣光你的名。愿你的恩典，你的听从充满伫阮当中。感谢你，感谢主，哈利路亚。主啊，阮感谢你，你是施恩赐福听从阮的主上帝。主啊，互阮每一天，阮会当对你得到心中满满的喜乐甲平安，因为阮知影你充满伫阮活命当中，因为阮知影你所赐的平安的恩典、喜乐的灵充满伫阮活命当中，互阮的心会当来到伫你面前幸福。会当来到你的面前，高举荣光上帝你的名。主啊，只有你，你是至高的上帝，只有你，我望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来高举你的名，来荣光你的名。主啊，伫礼拜日早起时，阮的心有一个特别的望，就是要看见上帝你的荣光显明出来，看见上帝你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你的仆人，伫阮活命当中，教示阮，互阮明白你的道，互阮就知影要怎样对你来行。主啊，求你引带阮，看顾阮每一天的日子，特别看顾阮，互阮伫今仔日，阮会当有一个专心敲找你的心，来到伫你的面前，求你来引带阮，求你启示引带阮今仔日的道路，每一天的道路。感谢你，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这时咱请江辉兄来报告。这大家平安，非常欢喜，咱会当三甲聚集。进入上帝院所内面，安静聆听上帝的话语。这是消息报告：第一，今仔日10月30日为台中新乐的主日，感谢调代笔院长莅临本会正道，
敬请兄弟姊妹一同关心支持中台新乐院各项事工。咱这是用掌声来欢迎着院长。谢谢。第二，张水英兄弟对陈金文姊妹的先生个别礼拜定伫今仔日10月30，就是下晡2点半，伫本会举行1.40教会1楼练习为歌，敬邀兄姐同来关心安慰遗族。第三，2022年国家祭坛，你实在恩待了我。伫11月初5拜六，早起时6点到10点30分，伫九组堂直播点实体聚会，邀请兄弟姊妹为国家起坛守望，请各小组组长协助推动，并伫教会消息公布群组的连结报名。第四，10月11到13。11月11到13，伫暗时7点到10点，穆约翰牧师线顶特会，将以 Zoom 直播的方式进行，敬邀兄姐参加。报名费每人500块，教会补助250，请自行伫线顶填表报名并缴费。第五，11月16。暗时7点，伫台南文化中心举行以书贴宁静的风暴危机的突破圣诞音乐节，敬邀兄姐带着毛队友同来参加，请到招待桌买票1张200块，买1张送1张。当日线顶祈祷会，该参加这个聚会。第六。11月20礼拜日暗时7点半，伫台南文化中心演出孟德尔颂神曲《伊利亚》，敬邀兄姐同来领赏，免费入场。需要者请到招待桌来领取票。第七，11月27礼拜日将举行年度职事改选，请各位兄弟姊妹守望大道，求主兴起同工。同心侍奉主的教会。以上报告，敢有补充报告？谢谢。各位亲爱兄弟，请咱看这个第3点吼，11月初5就是要来的这个礼拜六。那么呢，伫国家真正危险困难人心惶惶的时刻，咱对着早起时6点到10点半伫台南救主堂是由咱一方面是半实体啦吼。就是伫新竹咱台南以及台北有几个直播点，因伫现场聚会了，会转播到咱全台湾甚至其他的国家，原来会收看到。所以，何牧师搁再一届慎重邀请咱各位伫即个11月初5礼拜六早起时6点到10点半。即使咱时间无惯势遐早起来，无咱就7点，无咱就8点，无咱9点，无咱就10点去，原来无要紧。总是加一个时间，就是加一份祈祷的开展，呼求伫主的面前。所以这请各位当三甲做伙来参加。这一点特别邀请各位三甲做伙来。谢谢。各位亲爱的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听堂因带咱同心来敬拜。感谢主，伫咱早起时，咱就会当做伙组织，会当伫上帝的殿中做伙来学乐上帝的名。请咱同齐起立，咱对咱身边的人讲，透早起来，咱就是要来学乐上帝的名。咱就是要来学乐上帝的名。咱做伙用这首诗歌，透早起来学乐主，咱来颂赞、荣光咱的上帝。起来，学乐主，透早起来，学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透早起来，学乐主，透早起来，学乐主，
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病。搁一摆来唱，透早起来，透早起来，俄勒主，透早起来，俄勒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透早起来，俄勒主。透早起来，俄勒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伊，因为伊是享受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透早起来，俄勒主，透早起来，俄勒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透早起来，俄勒主，透早起来，俄勒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搁一摆来唱，透早起来，透早起来，俄勒主，透早起来，俄勒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透早起来，俄勒主，透早起来。俄勒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伊，因为伊是享受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物。我将我的生命。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伊，因为伊是享受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透早起来，俄勒主，透早起来，俄勒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俄勒主，透早起来，俄勒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亲爱的兄弟姊妹，咱透早起来，咱要来俄勒主，咱拄着耶稣，咱的心中敢有平安无？感谢上帝恩典甲疼痛，因带咱，互咱伫每一天，咱透早起来，咱拄着耶稣的时阵，咱就要来向耶稣来歌唱，来颂赞。只是咱就同齐开声来祈祷，来颂赞上帝的名，来高举上帝的名，因为上帝是配得咱一切阿乐敬拜的上帝。咱同心开嘴来祈祷。感谢主，你的恩典，你的疼痛充满伫阮当中。主啊，你是永远我的主。主啊，阮透早起来，就是要来阿乐你，就是要来敬拜你，要来颂赞你，因为只有你，你是至高的主，只有你，阮要将阮的活命完全交托予你，因为阮知影，你赏赐予阮活命当中有真正的平安，有真正的福乐。你引带阮，你甲阮讲，伫你的面前有。有满足的喜乐，伫你的正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互阮同齐来到伫你面前，阮的心幸福，阮的心就要对你看到上帝，你引带阮永远我的道路，互阮对你来行，互阮看到上帝你的名，互阮看到上帝你的旨意、你的道路的时阵，阮的心就欢喜，阮的心就快乐，因为阮知影，阮要来学了你，阮要来跟对你，阮要来跟对上帝，你引带阮的脚步来行。透早起来，学了主，透早起来，学了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了主，透早起来，
学了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伊，因为伊是享受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我将我的生命交托，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伊，因为伊是享受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透早起来，学了主。透早起来，学了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了主，透早起来，学了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主，透早起来，学了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了主，透早起来，学了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因为透早起来。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一摆，因为透早起来，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俺拍婆啊，将荣光归乎咱的上帝，因为上帝伫透早，伊就将伊完全的平安稳定赏赐予阮，赏赐予咱，互咱会当伫上帝稳定当中。咱会当心幸福伫上帝的面前，用敬虔的心、感恩的心，咱要向上帝来歌唱、来学乐。伊是坐伫宝座顶圣洁的羊羔，咱来到伫上帝的面前，咱要来高举这位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伊掌权伫咱活命当中，咱要来歌唱、来学乐。来敬拜伊的名。坐伫宝座顶圣洁羊羔，愿向你敬拜阿拉。古早在地到永远，只有你是全能上帝。坐伫宝座顶尊贵羊羔，愿向你敬拜阿拉。甲尊重，万王的王，万主的主，阮要高举你生命的到永远。宝座顶圣洁羊羔，愿向你敬拜阿拉。只有你是全能上帝，坐伫宝座顶尊贵羊羔。
甲尊重，万王的王，万主的主，阮要高举你生命的高永远。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只有你牵着敬拜甲尊重。万王的王，万主的主，阮要高举你生命的高永远。咱感谢咱的主耶稣，伊为着咱的活命，伊为着咱的罪，过去咱的活命活伫罪中，但是伊疼咱，伊为着要拯救咱，伊着为咱来死，伊着为咱钉死伫十字架顶。但是伊伫死后第3日，伊对死亡当中搁活，伊互咱看见，伊是迄位赐予咱有活命永望的上帝。因为伊疼咱，因为伊拯救咱，因为伊伫掌权伫咱活命当中，所以咱会当来到伫伊的面前，会当来学乐伊，会当来敬拜伊。所以这时，当咱搁一摆，咱用这首诗歌来歌唱的时阵，咱将咱的心完全降服，完全降服伫上帝的面前，求上帝伫咱活命当中掌权，完全交托。伫咱活命当中，有啥物咱还未交托给上帝，咱这时就完全交托伫上帝面前，完全求上帝掌权伫咱的活命，咱的心就来到伫伊的面前，得到上帝满满赐福平安的道路。无做定心的忧歌，愿向你敬拜阿拉。古早现在直到永远，只有你是全能上帝，上帝只有你。坐伫宝座顶献给羊歌，主啊，我要向你敬拜，我向你敬拜阿拉，阿拉尊贵荣耀权势，拢归乎你的高永远。牵着敬拜甲尊重，万王的王，万主的主，阮要高举你生命的高永远，万王的王，万王的王，万主的主。牵着敬拜甲尊重，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我要高举你生命的高永远，万王的王，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求你牵着敬拜甲尊重，万王的王，万主的主，阮要高举你生命的高永，阮要高举你的生命，阮要高举你生命的高永远。主啊，阮降服伫你的面前，阮毋望会当完全降服高举上帝你的名，因为上帝只有你，你是至圣的上帝。阮毋望你会当掌权伫阮活命当中，所以阮
阮的心，阮全心全灵拢属伫你，因为阮知影，阮一生就是要互你来路用，阮的一生就是要互你引带，会当使用阮，会当互世间人看见上帝你的荣光，听见上帝你的福音。主啊，求你伫阮活命当中引带阮，阮愿意用阮的全心全灵，会当来跟对你，会当一生跟对上帝你的旨意，你的脚步来行。心来感谢，主耶稣怜悯的听他，你听我赦免我所有小弟你，我心来感谢。心来感谢，主耶稣怜悯的听他，你听我赦免我所有小弟你，上帝我奉献。我所有，我生命甲灵魂，我的心甲嘴唇，我在灵里相思，你用我到此时，要学了主无停，来互主做采用，主上帝请听我小小的困求。我立志献家己，要一生跟对你，用我美美生命来做你的器具，主接受我奉献，心来感谢。主耶稣怜悯的听他，你听我赦免我所有小弟你，哦上帝我奉献一切我所有，我生命甲灵魂。我的心甲嘴唇，我在灵里相思，你用我到此时，要学了主无停，来互主做采用，主上帝请听我小小的困求，我立志献家己，要一生跟对你。用我美美生命来做你的器具，主接受我奉献，哦上帝我奉献，哦上帝这奉献，一切我所有，我生命甲灵魂，我的心甲嘴唇，我在灵里相思。你用我到此时，要学了主无停，来互主做采用，主上帝请听我小小的困求，我立志献家己，要一生跟对你，用我美美生命来做你的器具。接受我奉主上帝，请听我。主上帝，请听我小小的困求，
我立志献家己，要一生跟对你，用我卑微生命来做你的器具，主接受我奉献。主上帝，请接纳阮小小的奉献。阮的才能是你所想事，阮的活命气息是对你所来。主，阮就是将一切所有的拢奉献予你，也阁是小小的奉献。所以求你监察阮的心、阮的灵魂、阮的嘴唇，互阮会当口出温言。互阮的心对主来行，互阮行伫上帝你欢喜的道路，用安尼来见证阮的奉献，通互人对阮的身上看到上帝你家己。透过阮将家己奉献予你，真侪上帝你会当采用的器具，主啊！愿你的名受高举，高举伫阮的活命内底，高举伫安乐圣教会，受高举伫台南市，受高举伫台湾这个国家。互上帝你的名伫全地拢受学乐。感谢主，因为你的信实之爱永远伫地。愿一切上赞学乐荣光拢归乎你。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同齐来上读新的诫命，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根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阿门。现在请坐。这时咱要同心来启用上帝话，启应文第44篇。我来启，请兄弟来用。好的部分，请咱一同来读。启应文44篇。咱所传的，有啥人信呢？耶和华的手骨向显露呢？伊伫耶和华面前成长，亲像幼婴，像根出伫大地。伊无加行美容。咱看见伊的时阵，也无美貌，互咱羡慕伊。伊受藐视，互人厌弃。地受苦，伤经忧患。伊受到藐视，亲像互人暗面无看共款。咱也无尊重伊。伊诚然担当咱的忧患，恢复咱的痛苦。咱却掠做伊受责罚，受上帝极大苦待了。咱会知伊为着咱的过犯受害，为咱的罪孽压伤。因为伊所受的刑罚，咱得到平安。因伊所受的鞭伤，咱得医治。咱拢亲像羊行迷，个人偏行家己的路。耶和华互咱众人的罪孽，拢归伫伊的身上。耶和华却定义，将伊压伤，互伊受痛苦。耶和华掠伊做赎罪祭，伊将活命倾倒，伊直到死。伊也受列伫罪犯之中，伊却担当世人的罪，又搁为罪犯代求。阿门。感谢上帝恩典，下面时间要来正道。咱今仔日真欢喜，咱请中台师范院的调代笔院长会当来到伫咱当中，做伙来分享上帝的话。咱请赵院长。
弟兄姐妹们平安！啊，弟兄姊妹平安。知道安乐圣教会，我们有平安，有喜乐。安乐圣教有平安，有喜乐。好，我先用3分钟介绍一下中台近况。用3分钟的时间来介绍中台新南医最近的情况。这是我们今年的毕业典礼，有14位同学。今年的毕业典礼有14位的学生，然后成为神的工人，成做上帝的工人。其实线上还有一位，今麦还有一位，他感染，所以他不能参加毕业典礼，但是他在线上。因为他确诊，所以呢，伊参加线顶的聚会。好，这是毕业典礼完，我们就学期结束，但是我们有一个赖院长的教牧博士班的课程。毕业典礼了后，咱有一位罗建国博士的这教牧课程的上课。教牧博士班的。教牧博士班。然后暑假中间我们有一个研讨会。暑假内底，咱有一个研讨会。很多人参加。有真多人参加。暑假中间我们有学生去东部，大家知道高门纪念教堂做宣教实习。叫早的时阵，咱有学生去到伫东部，就是高门纪念礼拜堂伫迄个所在学习。然后接下来就开学了。了后就开学噶。第2个学期中间，我们暑假中有第2次的招生。暑假当中有第2摆的招生。所以总共有18位同学，就第1招和2招一起录取。第1摆甲第2摆的招生，拢共有18位学生来受录取。之后我们就有那个新生训练、布道训练，然后有学前培灵会。了有新生的训练、布道的训练以及这个学生的培灵会。好，这是我们的新生。这是咱新的学生。他们都要读圣经。因拢爱读圣经。然后在新生训练把圣经，就是暑假录取以后，就要新生训练的时候把它读经报告给我。新学生训练的时阵，爱甲读经的记录表来交予院长。好，开学之前呢，我们有12个神学院的联谊。开学之前有12个新学院同齐做伙的联谊。今年是在林良神学院。今仔日是林良新学院，今年是伫林良新学院。开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研讨会这个对。开学的时阵有一个研讨会，就是教会怎么在疫情之下，然后它的转机。就是教会伫疫情的下面，伊的危机甲伊的转机。然后开学之前还有一个密集班。开学之前，还有一个密集班。然后开学了。了开学。这是有一个香港的来到台湾以后，成为我们救世军在台湾区的总部，他来拜访中台神学院。这是伫香港有一个救世军的这个单美顺校来咱总指挥来咱中台新学院来访问。新生训练的情况。新学生的训练的情况。布道的情况。布道训练的情形。然后我们有送新生圣经。有送予新的学生圣经。学前的培灵会的情况。开学进前的培灵会。是由周学信老师来就是前院长来培训。由进前的这个前院长周学信牧师来培训。之后有一些比较大的事情，就是我们有宣教。那宣教我们这个学期有6次的宣教讲座。了后的时阵有一寡大事记，这摆中台新学院有6摆的宣教的训练的讲座。好，然后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是70周年。去年是70周年。成立了教牧博士班。成立教牧博士班。成立了宣教中心。成立宣教中心。在中台成立了一个中台教室，在东台的宣教园区成立一个中台教室。了，伫中台的宣教分区举行了中台的教室的开班。我们来看一下，这是那个高门纪念教堂的中台教室，就是右边那一个。这就是伫高门纪念礼拜堂伫正边，你看迄张就是这个中台的教室。9月17号我们就去启用。9月17的时阵挂牌启用。对，那个庄老师过去上第1门课程。了，这个庄牧师、庄明铁牧师去上第1摆的课程。这是我们的教牧博士班的同学。这是教牧博士班的同学。也是牧长们。是一个嘛是牧长啦吼。这是我们的宣教中心有6次的宣教讲座。这是宣教中心有6场的这个宣教讲座。我们就有宣教的早拜。有这个早起时的礼拜。然后有宣教中心的2手义卖。还有这2手的物件下买。这些义卖所得的都成为下一年我们再拆我们的宣教实习的时候，暑期的时候，他们可以到国外。所有这义卖物件，到伫明年的是暑假会将着这经费运用伫这个海外宣教顶面的实习。这里是学生实习的座谈会。这是学生实习的座谈会。然后是圣经讲座，在11月就是下个礼拜1。
了有圣经讲座，后礼拜11月初7。那个有吴宪章老师和李建儒老师。有吴彦忠老师跟李建国老师。这是我们的一些就是延伸部的课程。再再来是延伸部的课程。然后这是我们新的校地，这是咱新的学校的所在，非常漂亮，非常的水。它已经通过了这个环评，已经通过这个环境保护的这个工程的已经通过审查。是，好，这是新校地的水土保持工程的开工祷告会。这是水土保持的开工的祈祷会。我们要为学校祷告，为各位咱为着中大新人大家一起在山上祷告，我们在教会可以为他们祷告。教会为祈祷。愿主赐福大家。愿上帝赐福大家。我就要把这一支交给我的师母。要不要把时间交给牧师娘？对着那个后面。好，今天我要讲的是穿越迷雾。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信息是穿过迷雾。在美国以前有一本书是一个地图。古早的时阵，美国有一本册是一本地图。那个你要去哪里只要翻开地图，很精确。只要你要去倒位，只要掀开地图，就非常的准确。我买一本，我以为可以用一辈子。我买一本，准是会当用一世人。可是我交给我女儿以后，我回到台湾嘛，然后我再去美国的时候，我女儿从来不用。以后我倒转来台湾，了我甲伊本册留，阮查某囝伊伫美国，结果我想讲伊会用，结果伊拢总无咧用。他用 Google。因为伊用 Google。那一本我以为可以用一辈子的书就没有用了。我想讲迄本册会当用一世人的册，结果就无路用了。如果你要从一个地方 A 到 B 然后呢，你 Google 可以告诉你怎么走。即使你若要对一个所在对遮到遐，但是 Google 会甲你讲你应该安怎行。比如说我从台中，然后开车到安乐圣教会。有的时阵我对台中开车来到安乐。他可以告诉你，你可以坐汽车，你可以骑机车，你可以走路，用大众交通工具。伊会甲你讲，看你坐火车、开车，还是骑倒摆，还是要家己行过来，拢会当。Google 都没有写骑马啦、溜冰啦，也可以来。Google 无写讲骑马啦、溜冰嘛，拢会当做伙来。如果你从 A 到 B 呢，中间有迷雾、有高山。即使你若是要对遮到遐，其中有这个关山有这个大雾。你要想办法穿越，你要想办法甲伊弄通过。有时候这个是我们的人生旅程。点在这嘛是咱人生的旅程。你从小学、中学、大学到研究所，对小学一直中学大学到研究所。你从办事员到科长，然后一直做到部长。你做基本员工一直到科长，一直到部长。你可以慢慢往上爬。你会安尼豆豆起哩。但是呢，你也可以靠老爸一步登到位。但是你嘛会当靠恁老爸一时就起哩啊，请起哩啊。以前做皇帝就是只要篡位就可以了，现在选举也可以啊，一定只要选上就可以当总统，选举到了。像过去的时阵咱会当是靠着老爸安尼起哩，但是即摆有真侪方法，包括你选举嘛是当一步登天啊。假如那个 B 是一个目标，是你人生的目标，那也是你可以看得到的。即使遐若是你的目标，迄是你有法度看到。你可以一直想，我要做总统，我要做总统。你会当伫迄个所在一直想讲，我要做总统，我要做总统。那你可是呢，有时候那个目标就会看不到了，不见了。但是有的时阵，迄个目标会怎啊无去，你看无？为什么？因为云雾、迷雾来了。因为是安怎呢？因为伫迄个所在大蒙雾，所以你就看袂清楚啊。在迷雾中你要飞行，你要靠什么？信心伫迄个当中大蒙雾的时阵，你若要过去的时候，你要哪？你一定要靠着凭着信心。好，你有时候想要得到一个 B 的结果有的时阵你想着要得到迄个结果，可能你跑到西去了。结果的时阵你走去到另外一个所在去，也可能没有结果。结果嘛有可能无结果。像做科学实验常常都是这样。那你做科学实验的时阵，定定拢是安尼。因为既然叫做实验，就是有不确定性。既然若是有这试验，伊就有无确定性的所在。就像我在美国做我的博士论文是要做实验的。我伫美国写博士论文的时阵，爱做试验。我要用单细胞融合瘤一个做出抗体来了我爱做这个单细胞来做出抗体出来。结果我做成培养出好多那个寄生虫的一个细胞。结果的时阵我所培养到尾的时阵，变做是真侪这个寄生虫的细胞。
我以为那个实验失败，我就把我的培养皿倒掉了。我掠做吼，迄个试验是失败的，所以我就该遐物件该倒掉。才刚倒下去，我就说啊，糟糕，我倒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当我该倒掉的时候，我才发现讲啊，惨啊！我有一个重大的发现，我竟然该倒掉去啊！我竟然可以用融合瘤的技术去无限培养那种原虫。我竟然想到一个代志，就是我会当用融合的技术来无限制来培养遐物件。在1999年的阴历新年1999年的这个农历过历年，我到黑龙江哈，我去黑龙江，那个开布道会，伫遐开布道会。那个后面我的背后是东湖。我后边迄个所在是一个东湖。夏天的时候我也去过，要去对面哈，你要绕这个湖走很远，都是泥泞的。我伫热天的时阵要去到对岸的时阵，我爱坐迄个路伫沿着湖边安尼行，爱行足久，2个多小时，爱行2点外钟。我跟大陆同工还有那个司机有6个，还把我们行李放在车上，然后呢就开过去。我甲大陆同工同齐做伙，我甲行李拢去停车顶了，伊才开车过去。新年的时候我预估要2小时。这过新年的时阵，我想讲就冬天啊，我想讲爱去坐迄个路，可能爱上少嘛爱2点钟。司机忽然说抓紧。忽然间的时阵，司机甲阮物件用起来的时阵，伊讲划完，然后车子就走到湖里面去了。结果的时阵，车就怎啊来撸落，撸一直湖的顶面去了啊！不用害怕，那很重的，6个人坐在车上又加行李，然后他就在冰上面走到对岸。结果的时阵迄个6个人了，个遐行李非常的重，但是伊就怎啊车给开过去，开伫冰的顶面。就避开那个绕道啦、弯曲啦，然后有高低起伏，有那个冰雪融化的那种路。结果就闪开迄个弯弯叉叉了，佮有冰骨石扬伫涂骹的遐路。45分钟就到了。结果是45分钟就到位啊。我们生命中如果有这种穿越的经验，就可以提升我们。即使咱的活命内底若有即款穿透过的经验，伊就会当帮助咱。叫我们不用走老路。互咱唔免行老路。在耶路撒冷东边有一个圣殿，耶路撒冷东边有一个圣殿，圣殿北边有一个羊门，圣殿的北边有一个羊门。先期用的那个羊都从这个门送到圣殿区。伫献祭的时阵，迄羊拢爱对这个羊门来给送入来，送到献祭的所在。羊门在北边有一个池子，羊门的北边迄个所在有一个水池啊。可是如果今天你去那边呢，你会看到考古学家挖出的废墟。即使今仔日若去以色列游玩谷底，伫迄个所在来挖出古早迄个所在。他写第4大池。还有就是毕士大池。约翰说那个池子有5个廊子。就讲约翰记载讲，迄个水池的边有5个走廊。有一些新派学者呢就说约翰是寓意的写法。有的人讲这是比如方式的写法，象征妥拉5个部分。亲像这个旧约圣经内底特列的部分。因为他们是按罗马时代的建筑风格。因为伊是罗马时代内底建筑的风格。都是4个柱廊哈，然后呢围着一个池子。拢是4支条来围着一个水池啊。没想到数十年前就有考古学家把这个古迹挖出来了。结果数十年前的时阵，有这个考古学家把这个古迹给挖出来。真的有第5个廊子从中间穿过。结果的时阵，有真正有第5个走廊围伫其中来通过。大家才知道约翰写的多么的准确。大家才了解讲，原来约翰的写的是这么准确。25年前的一个复活节，25年前的个偌济，我跟华神的师生就到了毕士大。我甲华神的学生就到这个毕士大的这个水池啊。去那边就要先经过一个亚美利亚的教堂。伫迄个所在爱先经过圣安妮的教堂。东正教的，然后呢？是东正教的。有再经过一个天主教的方济会的修道院。了，搁经过天主教一个修道会。还有一个圣安妮教堂。搁一个圣安妮教堂。在修道院跟教堂中间有很多个小池子。伫教堂甲修道院当中有真侪只水池啊，细细水池啊。也有大树。嘛有大樟树啊。我们去的那天其实是很热的。阮去的一天其实足热的。那天上午我们禁食，然后走苦路。早起啊是阮禁食行耶稣基督行迄条苦路。所以很饿，然后呢走在太阳底下，下午我们就走到这个小水池旁边了。到伫透中道的时阵，阮行到水池遐边，大家就不肯走了，大家拢唔爱行，都在那边喝水。拢伫遐啉水。
小水池好像变成了避世小池。啊，迄个小小的水池啊，改成变成原本是避世大吼，到尾变成避世小安尼。当时身体很需要。啊，当时迄个时阵身体真正足需要水。后来有2个同学，总算有2个同学愿意继续走。到尾手的时阵有总拍算啊，尾啊，敢若有2个学生搁要继续行。我们就往避世大走。阮就往着避暑台行。避世大池是96公尺长。避暑台这个水池啊，拢共有96公里长，比我们的标准96公尺，对，50公尺的那个游泳池的2倍长。差不多咱标准游泳池50公尺的游泳池的2倍。5个廊子绕着一个池子，就像中国字的日。啊，5个这个走廊来甲这个水池啊围起来，就亲像咱中国字汉字的日头的日。这2000年来，那个池子上面盖教堂啊、祭奠啊，就每一次盖的时候，就在旧的上面加点。伫这2000几年来的时阵伫顶悬一直咧起礼拜堂，每一届起礼拜堂的时阵，就是伫旧的基础顶悬，搁来踏起。所以一直在填高。所以一直伫顶悬。现在想看池子，要走下坡，那个落差很大，要走下去，差不多地底下的20公尺。所以即摆你若要看到迄个水池啊，可能爱对着平地安尼个落去到地下差不多20公尺。路不好走，所以没有人要下去。路真无好行，所以真侪人无啥人爱落去。结果我下去了。看到我落去。一下去的时候一片漆黑。落去的时阵乌暗暗。你要扶着栏杆。你爱看到栏杆。还要转弯。爱个转色。转了3个弯以后，眼睛慢慢适应。了后，你踅了3个弯角了后的时阵，你伫个所在目睭才慢慢来适应。底下好像有一条路。下面的先盖先有一条平路。我想很平一条路，就是给人家走的，可能是5个廊子中的1个。我就想讲，这路这么平，应该是5个走廊当中其中的一个。我就走下去了。我就该行落去。一踩下去，哇，糟糕了！就踏落去，脚全部湿了。结果发现规个脚拢总湿呀。真的是池子，真正是水池啊！避世大池，避世大池。有水哎，有水呢。而且那个是那么平，并且是遐尼啊平。地底下没有风，因为下面地水在黑暗里面就是平的跟路面一样。所以呢，伫黑暗中平敢若亲像路共款。可是很惨呢，不过真凄惨。因为复活节期是犹太人的这个逾越节期。因为过偌济是犹太人的搬过节的时期。犹太人他们很多到耶路撒冷啊。犹太人真侪来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客人最多的地方。所以耶路撒冷是人客上侪的所在。我走路就要表演怎么穿水鞋走路。我要行路的时阵，结果我规工脚鞋啊拢淡的，所以拢爱行水鞋啊。结果跟彼得一样，一直走在水上，我都不会掉下去。结果的时阵，甲彼得同款，拢行伫水的顶面。我那双篮球鞋有2个特点。我迄双球鞋有2个特别的所在。第一个是有气垫。第一是有气垫的。可是我穿太久了，气垫破了。结果的时阵因为迄个穿伤久，所以迄个空气贴把迄个所在破去啊。所以我那个脚抬起来的时候，水灌进去；踩下去的时候，那个水喷出来。所以我安尼若是行落去的时阵，踏落去的水喷出来，若骑起来的时阵，水就搁吸入来。所以人家说走路有风，我是走路喷水。然后有人讲行路有风，但是我是行路会喷水哦。第2点呢，那个鞋子浸过这个水的篮球鞋，从此以后有治病功能。所以呢，我浸过这个水了鞋啊，对打以后有一个治病的功能。我打篮球嘛，都没有扭伤过了。我拍篮球的时阵啦。拢总唔捌过去闹掉啊！连香港脚都好，香港脚拢好。如果你脚有病你又不怕臭，我可以借给你这双踏过圣地、读过神学院、在避世大池受过浸礼的鞋。即使你若是有这款愿意的心你若唔惊臭，我会当甲这双鞋就是踏过圣地，并且佮浸过这个避世大池，佮读过神学院，佮做院长的这个鞋借你穿。好，听说避世大池水有治病的功能。听讲避世大的这个水池有治病的功能。我说这个小故事是为了铺陈大道理。我甲你讲这个小故事，是要甲你讲述一个真大的道理。我们到底在圣经里面。道理伫圣经内底。我们来读神的话。咱来读上帝的话。在约翰福音的5章1到9节。约翰福音5章1到9节。我来读就好。这个代志了后，犹太人一个祭期，耶稣就去入到耶路撒冷。伫耶路撒冷靠近羊的门的有一个水池啊，希伯来话叫做避暑台。
边仔有5个走廊，内面倒着一个青梅，倒着真济只的青梅，摆开血气古代真济病人。有古早的惯册，安尼写讲，天后水叮当的时阵，因为天使照时落去水池仔内底来拉动迄个水，水叮当了后向大声落去，无论得啥物病，拢总会得到好。就伫遐有一个人破病了38年，耶稣看伊倒咧，就知影伊破病真久，就问伊讲：你爱得到医治吗？病人回答讲：先生，水叮当的时阵，无有人甲我囥伫水池仔内底，我要去的时阵，就有人比我大声落去。耶稣对伊讲：起来，摕着你的被单来离开吧。迄个人即时就得到医治，摕起伊的被来行了。好，我们要问几个问题，咱要问几个问题，都是根据圣经。拢是根据圣经来问的。请问毕士大池的水有治病功能吗？请问毕士大的这个水池啊，敢真正有医治的功能？根据圣经有没有？根据圣经讲，敢有？有。好，是哪一节圣经？哦，那有好你讲，安尼是倒一节圣经？刚才有读啊，是第4节。第4节。好，他说到什么病可以得痊愈？伊讲啥物病会当得到好？无论什么病的。无论啥物病拢会好哦。好，那人怎么得到人要怎样得痊愈？人要安怎得到好？还是第4节啊？要下水。爱落到水内底。那边有那个，其实如果你有圣经，它是用小字写，有古卷，对不对？那是你的圣经内底有用小的字哦，伫个所在写的注解。有古卷在说那个病人在等什么？伊伫个所在写讲哦，有古早的这个书卷哦来写讲，写啥话？病人都在等什么？等水在动，对，水为什么会动？是安那水会叮当？要天使来搅动啊！因为天使伫个所在拉叮当遐个水。其实这一段圣经一开始是说这是以后。但是实际上哦，其实讲哦，这段圣经原本是讲这个代志了后。啊，什么是以后？什么代志了后？那要看第4章对不对？爱看第4章哦，所以第4章迄个所在有讲到什么代志。其实第2章的时候，耶稣行过一个神迹耶。第2章的时阵，耶稣行过一个神迹。在加利利的迦拿干嘛？加利利的迦拿，第2章第1个神迹。变水为酒。哦，把水变做酒。然后到了第4章，他还是有一个神迹，对不对？第4章各有一个神迹，还记得无？也是在迦拿行的。嘛是伫迦拿行的，加别龙迄个。对，会堂。然后那个这之后呢？就第5章了，这要行，这是第几个神迹？这是第几个神迹？第3个。第3个。第3个，第5章是第3个神迹所以约翰他有意义要用这个。所以约翰有意思要用这个神迹来记说明一寡代志。好，这是以后耶稣要去耶路撒冷干嘛？了这代志了，耶稣要去耶路撒冷做啥？过节啊，节期有节期，对，我不要问什么节好了。好，那个毕士大池有几个廊子？毕士大有几个回廊？5个。那个圣经直接告诉我们，那里有5个廊子，廊子做什么？底下坐很多人，对不对？啥回廊讲要创啥话？走廊要创有很多病人，有真济病人。所以廊子里面有很多病人，那么廊子给病人什么好处？这个走廊互病人有啥物好处？可以躺，对不对？有阴凉，对不对？遮阴，那个太阳那么大，对不对啊？可以躺卧，然后也可以他在那边祈祷。会当伫个所在做乞食，甲人求。最重要的一个是，上介重要是啥物会？很靠近水，对不对？真靠近。他们在那边就等那个水动，对不对？因就是伫个所在听啊，迄个水叮当的时阵。所以大家都尽量靠近水，然后水一动，靠近水，若有水在叮当的时阵。水一动，他要第一个跳进去，就水若咧叮当，第一个甲跳落去的。无论什么病，无论什么病都好了，拢会好啊！哇，所以病人嘛爱真竞争呢，你敢知？所以我们看到天使会来搅动水，他们在那边等。因伫个所在讲天使照时间落拉叮当迄个水。有那个古卷有说是在9点30分吗？还有1分钟哦。古早册讲有写讲哦，天使会来搅动。9点34的时候，进前1分钟甲你讲，天使要来啊嘛。没有，对不对？无啊。31分吗
31分吗？也没有，嘛无啊。所以他们必须一直在那边等。所以一定爱伫迄个所在真斟酌等，就等水快动了，要动要动。进来伫这个所目睭金看，看迄个水有咧叮当无？只是毕士大的水就像我那时候一样那么平静。但是呢，毕士大的水池啊，就亲像迄阵啊，我去的时阵共款，伊就咧平袂叮当。好，那些病人中间有一个人，迄个病人当中其中有一个，他也许是瘸子啊，无定着伊是摆卡。那他在那边等了多久啊？伊伫迄个所在挺啊有偌久啊？38年哦，病了38年，破病38年。第几节圣经？第几节圣经？第5节。好，感谢主，感谢主哈。好，他是需要医治的，伊需要受医治。他一直试着，伊一直试看卖啊咧，水要动了，有人下去了。最后叮当我要落去，结果有人比我较大声落去啊。每一次都失败，每一届拢失败。为什么他还要留在那个水池旁边？那呢时啊，伊搁要留伫迄个水池的边啊。他等下次，对不对？因为伊咧挺后一摆。下次就轮到他吗？后届敢就真正轮到伊？他是行动不便呢。伊行动不方便呢。每一次水动，总有人先下去。每一届若是水咧叮当，总是有人比伊搁较早落去。搞了38年，他还在那里等。用38年啊，还搁伫迄个所在，还搁咧等。今天的信息有3点，很重今要。日信息内底有3点。第一个是你，第二个是我，第三个是他。第一个是你，第二个是我，第三个是伊。所以第一个字你，第一个你要痊愈吗？要得到医治吗？今天如果你开车到了加油站，即使今日你开车到加油站，服务生会问什么？服务生会甲你问啥话？他会问你要加油吗？伊会甲你问讲你要加油吗？不会啊，你来当然是要加。他会问啊，先生加什么油？伊直接就甲你问讲你要加什么油？你去医院，他会说你来看病吗？你来看病吗？不会。你到餐厅，你要吃饭吗？对啊，去餐厅的时阵，服务员敢会甲你问讲啊，你要食饭吗？不会，对不对？你到医院，他就说你要挂哪一科，他吃饭你要点什么菜啊？你来病院，伊一定甲你问讲你要挂倒一科。你去餐厅，伊直甲你问讲你要点什么菜？耶稣问你要痊愈吗？耶稣甲你问讲你要好无？耶稣不会说废话。耶稣袂讲无路用的话。他的问题很重要。伊的问题真重要。耶稣常常说凭着你的信心，按着你的信心主耶稣常常讲凭你的信心，照着你的信心，甲你成就了。这个病人的回答有信心吗？这个病人的回答敢有信心吗？有无？有，他相信什么？他是相信耶稣医治吗？有哦，伊有相信耶稣会来医治吗？他不是相信这个呢，伊不是相信这呢。他相信是第一个下水可以得医治，对不对？伊相信的是第一个落水内的迄个人的迄项代志会得救呢。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这就是咱今仔日的社会。我们的游戏规则，咱的这个佚佗的方式的规矩，要抢第一才是 winner。第一个就是第一个，才是真正的得胜者。耶稣回答真的是问了他那个病人回答也是答非所问的。耶稣基督问这个病人，但是这个病人因为无对人啊。你看他的回答，那个是什么意思？你该听伊的回答，伊的回答是什么意思？其实是抗议耶。其实是抗议呢。他的抗议是不公平呐。伊抗议的是啥？无公平啦。等了38年呢。我伫遮等38年都轮不到我哎。拢无轮到我。我就看到很多人得医治哎。我拢看到别人得到医治呢。大家都抢第一。大家人拢抢第一呢。水动的时候，瞎子看得到吗？最叮当的时阵，青眉敢看会到？瞎子看不到。青眉看袂到。所以呢，看到那个我们圣经里面有廊子旁边躺着瞎眼的。所以咱就看到走廊的边仔遐有看到一个其中有写讲有迄青眉。瘸子跑得动吗？但是摆开敢行会叮当。每一次水动我都在场。每一届最叮当的时阵，摆开。每次我都有希望。每一届拢有望。每一次都是聋子得医治。结果的时阵，每一届拢是草耳人的人得到医治，因为走了较紧嘛。所以第3节你看那边躺了很多病人。所以第30讲节啊，边啊倒了真侪病人。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没有那个聋子，对不对？青眉摆开黑气高大，但是就是无草耳人的啊。这是我自己读的啦。这是我家己读的啦。所以我们如果生病很久，你会失去健康的希望。所以人若破病真久伊会失去对健康的愿望。你如果去考，我们以前要考联考，对不对？以前古早咱咧考联考，每年都考。
逐年拢考，每年都落榜。逐年拢考无到。要不要考38年？敢要考38年？耶稣问你要痊愈吗？耶稣甲伊问的是讲，啊，你要得到好无？我等了38年呢。伊讲我等38年啊呢。很多人都像这样，大家人拢亲像安尼，一直等，拢是等，等下次天使来，等后届下次水冻，后届水下次考试，后届的考试，涨停板，下一次后届的时阵吼，下次开奖，上悬，后摆开奖。哦，下次选举的时候，后届选举的时阵，你会不会选38年？你敢会连续选38年？如果38年都行不通的那个老方法，即使38年拢总无法度的办法。啊，如果每一次都这样，然后呢，你等了38年，每一届拢总安尼，你听后38年，你的时候是年纪更老，迄个时阵你敢会愈老尔，力量更衰弱，跑得更慢，气力愈衰烂啊，走了比人更较慢，更愈歹。更不可能的，你还说赢人家抢第一，你要痊愈吗？你无可能比别人大抢第一，你敢要咱耶稣问讲你要好无？今天科技发达，今仔日科技发达，我们生活步调越来越快，咱的生活步调愈来愈紧。可是人的内心越来越孤单。但是人的内心愈来愈孤单。这个病人其实很孤单呢。这个病人其实足孤单的。有人可能会去关心病人1次2次。咱有可能会去关心一个病人1摆2摆。有的人会在医院陪那个病人住1天，住1个2个晚上。有人在那个所在陪病人住1天呢。有没有人愿意日以继夜陪一个病人，被那个病人缠住38年？敢有一个人愿意陪伴一个破病的人，安尼日暝无暝无日陪伴伊38年的无？我们说久病无什么？咱讲破病若上久就无啥货。啊，孝子都没有了，那还有朋友吗？好处拢无啊，佮敢有朋友？啊，你说哦，那个孤单是年老的人才会。你讲哦，孤单哦是食老的时阵才会安尼。失业了、失恋的。破产的啦、失恋的啦、失业的才会安尼啦。你没有孤单的问题。哦，你无孤单的问题。你看现在很多自杀的是年轻人呢。你爱知影，即马真侪自杀的事件其实是安怎呢？也许你没有时间去想这个问题了。检查你无时间去想这个问题。你让自己很忙，你又家己足无用的。可是换一个角度看，你让自己很忙，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你又家己足无用不断的忙碌，你想借着安尼遮无用，可能你是害怕有一天你会孤单。其实你知影背后迄个原因是你真惊有一天你会孤单。哦，现代人的生活繁忙，可是心灵孤单。即摆人看起来足无用的，但是心内足孤单的。你坐在电视前面，一个人在那边换来换台，换来换去，声音开很大。你坐伫电视的头前，遥控器摕来，一直换这台换迄台，你后声甲伊开甲足大。可是你不知道在看什么。不过你也唔知你在创啥。有人在打电动，打得很热，很高分。有的人咧拍迄个电动的佚佗，了后呢，拍了真热，拍了得到真高分。他最希望的是旁边有一个人陪他讲话。伊上界望的就是边有一个人陪伊讲话。这个病人瘫痪38年。这个病人已经变衰38年啊。他一直认为，伊一直安尼想，只要我比别人先下水，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即使我若是比别人较大声落过水，所有问题拢会得到解决。他就希望天使在那边动水的时候，有人把他丢下去。伊就伫迄个所在，望天使咧拉动迄个水的时阵有人就赶甲撒落去。从此他得了医治。对他呢以后，你就得到医治啊。他人生就没有其他的这更快乐的事了。哦，无人生无比这更较欢喜的代志啊。可是他不知道，人生的问题不是只有一个瘫痪而已。但是人生的问题，不是干那一个变衰的问题，这个尔呢。他以为瘫痪好了，他人生问题都解决了。伊想，就是感觉讲变衰，若是解决人生的问题，拢总解决啦。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常常以为，哦，我如果得到这个，我就一生快乐。咱也是安尼，咱就是想讲哦，我若只要得到这个，我一生拢总快乐幸福。可是你真的给他那个东西，他得了以后还是不能安息。但是你若是真正甲伊所要爱的物件，互伊，你就是互伊，伊嘛是无得到安息呢。你会不会这样？你敢会安尼？我只要考上这个，有了文凭，我只要考到这间校，我有这个毕业证书，我只要有这一个感情，我只要有这个这份的感情，我只要有这个儿子，我只要有一个囝，我升等啊，安尼我就升当选了，我就一生满足了。我若当选了吼，我一生就拢安尼真赞啊。有人说，只要我考上台大，一生快乐。有的人讲哦，我若考到台大哦，安尼我就一世人拢快乐。真的吗？敢真正呢？
我小时候很长的时间，我希望有一部脚踏车。我细汉的时阵啊，有一段时间足久长，我望有一台脚踏车。我一直认为我有了我就一身无憾。我就是迄个时阵，我就是想讲，我若有这台脚踏车，我这世人拢无遗憾啊。韩国有一个牧师啊，他改名叫赵大卫。哇，这个韩国有一个牧师，伊改名或者代笔，他做了见证。伊做个见证。他说他想要脚踏车。伊讲伊想要一台脚踏车。他祷告就有了。伊祈祷就有啊。我是真的赵大卫。我唔是改名的，我本来就是要这钓代笔呢。我也祷告，我嘛祈祷，感谢主，他让我认识他是主。感谢主，伊互我认捌伊是主。他有主权，有主权。一直到我大学毕业都没有脚踏车，一直到我大学毕业拢无脚踏车。到我30岁的时候，我有脚踏车了。到30岁的时候，哦，我有脚踏车。我满足了吗？有满足啊未？没有，那时候我要汽车。无，迄个时阵我已经想要爱有汽车。小学要考联考哈，初中联考我没考上。对啊，小学的时阵爱考初中，但是会联考，但是我无考到。啊，我说考上的人一定比我快乐。我俩准讲的，考到的人一定比我更加欢喜。等我上到高中的时候，我看他变成我补校的同学。结果啊，听下到高中的时阵，我发现伊甲我同款是伫补习班咧上课。那个是补校，我是高中读的是建中补校，建国中学。每次歹势讲唔对，就是讲伊读迄个夜补的学校咧读册，听下到迄个高中的时阵，阮拢晚上上课的。阴暗的时阵上课夜补的学校。我看到日间部的同学，我说他们是天之骄子。我看到遐这个日间部的这同学，我就讲哦，因这人真正是人生的胜利组。跟我同一届的有一个同学叫做马英九，你们都认识。哦，跟我同届有一个同学或者马英九，恁拢熟悉。我认为他考上建中一生快乐。我就想讲哦，伊考到建中一世人拢会快乐。我告诉你，我跟你讲，开学以后不到1个月，我发现他们都不快乐了。开学了后，我发现这样代志，开学无到1个月，因拢无欢喜啊。照着圣经标准告诉我们说，上好的福分是不能怎样的。照着圣经的标准讲，上好的福分是安那，不能被夺去的。考上建中绝对不是上好福分，考到建中绝对不是上好的福分。第一次月考，第一届，我们那时候一班60多个人，阮迄阵啊，拢差不多爱10个月。60多个人只剩1个第1名，60几个学生内底，敢若有一个第1名。这个第1名也不是上好福分，这第1名嘛，不是上好的福分。下次月考就被人家夺去了。后摆考试的时阵，变做别人第1名。也许我们也是一样的追求这些金钱啊、学问啊、地位。无定着咱也是甲伊同款，在追求金钱、学问、地位。得到这个感情我就很满足。我若得到这份感情，我就一定足满足的。你能满足多久？你会当满足偌久？月考第1名，月考第1名，维持1个月的提心吊胆，维持1个月提心吊胆，担心下一次就被人家夺去。结果后摆真正有人抢去啊！其实初中、高中一下就过了。其实初中、高中一时也就过啊。这些你辛苦追求的目标，这是辛苦追求的目标，达成以后快乐不了几天。你就是达成目标嘛，是欢喜无几天。所以我们永远不满足。所以咱永远袂满足。你要痊愈吗？你要得到好吗？痊愈的之后呢？那得到好了后咧，他马上要面对生活问题。伊马上爱面对伊的生活问题。他从此不能靠着乞讨生活。对他以后袂当做乞食呢。第2个关键字是我。第2个关键的字是我。我如何痊愈？我要安怎得到？他看到耶稣走过来，伊看到耶稣基督行过来，他在想什么？我机会来了。伊在想啥？伊想讲，我机会来啊！我行动不便嘛，我需要帮助。我行动不方便，所以我需要帮助。耶稣很健康的走过来，他不需要医治。耶稣真健康行过来，耶稣免受医治。他却来必斯大。那伊来，总是伊来到必须在这个水底边啊。他就是我要等的人。安尼，伊就是我要等的人。只要水一动，只要水若叮当，他把我丢下去就好。伊竟然把我撒落去，安尼就好啊。可是很奇怪，怎么个真奇怪？耶稣没坐下来，耶稣无坐落来呢，没有在那边等水动，无伫迄个所在等水的叮当，没有为他办那个下水典礼，无给他办这个落水的典礼。耶稣不理会人的传说，耶稣无伫迄个所在插别人咧讲的这个传说。但耶稣知道他需要医治，但是耶稣知影这个人需要医治。耶稣看他躺着，然后说他知道他病了许久。耶稣伫迄个所在看到伊倒咧，并且耶稣知影伊已经破病足久。直到这38年来，他就在这里等水动。这38年来，伊就是伫迄个所在等水要叮当，等下水。
但要落水，但耶稣都没有为他做，但耶稣基督拢无为做，因为他有主权。因为耶稣基督有主权，他经过了毕士大，伊经过毕士大，他看见一个人，伊看到一个他人，知道这个人病了很久，伊知影这个人已经破病真久啊，他就采取了行动。伊就采取行动。他看见了，他知道了他的行动了，伊看到，伊知影，伊就采取行动。但是他跳过了陪他等水洞，把他蹬下水得医治。但是伊跳过一个部分，就是伫遐陪伊了后，听水叮当，伊甲伊撒落去。耶稣基督是跳过这个过程，跳过所有步骤，跳过一般咱的步调，直接穿越，直接伊就甲伊趟过。穿越我们人一切的迷雾。伊带咱趟过所有咱的大盲雾。耶稣对他说了3次的话，耶稣基督对伊讲3摆话，每一次都很简短，每一届拢足直接直接穿越。来甲伊趟过。你要痊愈吗？你要好无？耶稣不是问你哪里痛，耶稣毋是甲伊问讲你倒位咧疼，好了，好些了吗？有较好无？你有信心吗？你有信心无？耶稣，你要痊愈吗？耶稣基督甲伊问的是讲你要得到好无？直接的令人惊讶，直接甲非常的，互人会感觉惊吓。38年我一直在等，我这38年来一直在等啊，每一次都失败。每一届拢失败。 38年的经验让我更没信心。38年来的经验，互我愈无信心啊！人生最大的迷雾，人生上界大的大盲雾，就是持续在同样的模式里面，就是伫同款的模式内底，绕着错误的中心打转，伫迄个所在设着错误的中心，却是一再重复绝望的那个恶性循环。结果的时阵，就是恶性的循环，互伫遐呢咱伫遐无愿望。 每次水洞都没有人把我放下去。每一届水叮当的时候，无人甲我撒落去。这是他的回答，这是伊的回答，是积极还是消极？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呢？表达什么？表达什么话？表达他的绝望、表达伊的绝望无奈、伊的无奈抱怨、啊，这个怨叹、抗议。抗议。你要痊愈吗？你说那么容易啊？ 你要得到好哦，你讲的简单嘞。我如何痊愈？我要安怎样都得到好呢？你这样子问，可是不坐下来等。你伫这个所在安尼敢问，我都等了38年呢。我已经拢等38年啊呢。然后5章8节，耶稣给他一个命令。了后5章的8节，耶稣基督给伊一个命令。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伊讲你起来，摕着你的被啊，安尼离开吧。更奇怪了。更较奇怪啊！起来可能吗？ 起来敢有可能？如果我能起来，我就不是在这里了。即使我若我都有材料起来，我就袂直接。那就直接有力，我就直接有力。我就是要你做你认为不可能的事。我就是爱你做你认为无可能的代志。因为是我吩咐的，就是我吩咐的。拿起褥子，提起你这38年你躺着的褥子，38年伫38年来陪伴你伫遮摊伫遐陪，做乞丐的褥子。 这就是甲你做伴啊，这个上界亲来这个配，拿掉以后你就不能重蹈覆辙。你甲伊摕起来，你就唔通佮行回头路啊！走吧，行，离开吧。不要想别人抬你，唔通想讲别人来甲你用自己的脚走吧，用你家己的脚行。耶稣的话大有能力，耶稣基督话大有能力，不照38年来病人的想法，这38年来这个病人的想法。 也不照那些传说。耶稣基督唔是照人的想法，唔是照人的传讲，他只是说起来拿褥子走。伊只是跟他讲起来，摕到你领被离开行。这个瘫痪了38年的病人，竟然就拿起褥子就走了。这个变碎38年的人，伊竟然就真正伫迄个所在起来，甲伊的被摕咧，就行。我说竟然这样子就走了，这个竟然的意思是说，他竟然连头也没有回，谢也没有谢，恩人是谁都没有问，立刻痊愈就走了。圣经伫这个所在讲，伊竟然伫这个所在站起来，就行。 伊含头都无回，伊都无感谢这位主耶稣，立刻痊愈，立刻起来，立刻走了。伊马上得到好，马上起来，马上就离开去啊！对比那38年来瘫痪在那里起不来那个沉重，对着38年迄个无法、迄个变碎无法度会震动、会震动，拿褥子起来就走，伊甲伊的被摕起来，就代表完全的痊愈，代表伊是完全得到医治，但是也完全不照人的想法。 但是完全是无照人的想法。耶稣命令他服从就痊愈了。耶稣命令伊就伫个所在顺摊，伊就真正得到医治。一顺服，马上顺服，
立刻痊愈，就马上立刻就走，马上就离开啊。我们呢？咱呢？耶稣今天还在做工哎。耶稣基督今仔日嘛是犹原咧做工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希伯来书安尼甲咱讲，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基督从今仔日一直到永远，拢总是共款的。他也告诉我们，有病的用不着医生，这个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才用得着。伊甲咱讲，健康的人免需要医生，总是有病者有爱用到医生。很多人都想借宗教的力量达成心中的希望。真侪人拢期待借着宗教的愿望会当达啊，要借着宗教的力量来达成咱心中的愿望。最后都是更大的失望。结果到落尾拢是更较大的失望。这个病人躺在褥子上，这个病人倒伫伊的被的顶面，他一直在想，伊一直咧想，我只要早一步进场，我只要早一步进场。这变成了他生活重心。这就是真做伊生活内底的重点。这也是困扰我们的。这嘛是困扰着咱的。我们都希望早一步起跑。咱拢愿望讲啊，比别人较大声走，比别人多赚几块钱，比别人更加多赚一寡钱，他早点学英文，更较早学英文的。挤一个好学校挤进去。跟伫个所在刻一间好的学校，该刻入去。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生活中心离开了神呢？咱敢有想过，咱生活的重心，咱的重点已经离开了上帝。那些东西变成我们的路子，边啊遐物件，遐变做是咱得到的陪伴。路子信仰，我说，咱会变做，这就是变做咱的陪的信仰。你能穿越这种迷雾吗？你有法度来直接趟过这个信仰的大蒙雾？如果你一直在错的路上找答案，你就一直失望。即使你若是伫错误的路的顶面咧找答案，你就一直失望。如果那个旧路子叫你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你为什么不把它拿掉？即使迄个配就是真做你错误信仰的物件，你谁人不爱该提走咧？人的罪是离开神，不按神的话去行。人的罪就是离开上帝，无照上帝的话语去行。罪让我们的心中心眼看不到神的光，所以，互咱看袂到上帝的光。所以哥林多后书4章4节告诉我们：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哥林多后书4章40讲，这款无相信的人，互这个世界的上帝用青迷了伊的目睭，无互基督真荣耀的福音的光来照着因。我们怎样才能把我们被蒙蔽的眼睛打开？咱要安怎样才有法度，互咱迷蒙的目睭得到拍开呢？耶稣是真光，耶稣是真光，打开我们的心眼，拍开咱的心眼，让真光照进来，互这个光照入来咱内面，看到我们生命中真正的问题，互咱真正看到咱生命中迄个真正的问题，就不会在迷雾中打。咱就袂伫大蒙雾内底，伫迄个所在拍哭。好，第3个字是他。第3个字是伊。你要痊愈吗？你要得到医治吗？我如何痊愈？我要安怎会好呢？后面都是问号哎。后边拢总是问号。你我后面是问号。你甲我的后边拢总是问题。因为你我是有罪有问题的人。因为你我咱是有罪有问题的人。但是他是答案。但是伊是答案。靠他得痊愈。靠着伊来得到好。他来。伊来。为要拯救罪人，为了要拯救罪人，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他来到毕士大，伊来到毕士大，看见病人，伊伫个所在医治人，知道他的问题，怜悯人，伊医治人，伊知影伊的问题，怜悯他医治他，怜悯伊医治伊。病人没有求耶稣哎，病人并无求耶稣，甚至还不认识耶稣，甚至伊抑个无认识耶稣也没有要求他，你信吗？耶稣嘛无甲伊讲你要信无？耶稣来，耶稣来，施怜悯，施了怜悯，医治了他。医治了伊，就靠他就得痊愈了。靠着伊就得到医治好了。每一个人生命中都有不同的问题。每一个人活命当中拢有无同款的问题。耶稣不是为那些健康的人、自以为义的人，耶稣不是为着遐健康、自以为义的人，没有问题的人来的。伊不是为着遐无问题的人来的。为有病的人、有罪的人。伊是为着遐有罪、有病痛、有问题的人来的。有问题的人来的，对。伊为着安尼来的。他解决我们的问题。伊解决咱的问题。你有感情的问题。你有感情的问题。经济的问题。经济问题。活命的问题。
家庭的问题，家庭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问题，咱每一个人拢有问题，我们都想把问题处理好，咱拢望把问题处理好势。我们都需要在我们生命中找到一个避世大。咱拢伫迄个所在咧找活命中的避世大敌，但是生命的迷雾让我们就像摊子，但是活命生命内底的盲雾，就互咱亲像一个变水的人。我们还以为把我们丢下水，我们就问题都解决了。咱抑阁是掠做讲，咱也会当互人塞落水内底，咱就会得到解决所有问题的答案。有的人真的是一个问题解决了，有的人真正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又来了，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又来，他又要去找另外一个避世大。去找另外一个避世大的水池。如果今天你的信心跟其他宗教一样，如果今仔日你的信心甲其他的宗教同款，要靠下水得医治的传爱说，靠落到水，才有法度得到医治。我可以借给你那双球鞋，那呢，我会当借你我上布鞋啊。可是我却要提醒你，但是我要甲你讲，那些传统传说、宗教都不能救你。古早遐传统、遐传说，拢无法度救你。就算你今天到了耶路撒冷的避世大，就是你，互你今仔日去到耶路撒冷的避世大一样的水池，名字，你共款一样的名名字，字，一样的池水，共款遐水池遐水，天使很久没去搅动了，天使已经足久无去打病电动人早都遐水啊。散去了，病人早那个就已经拢走去啊平静的。跟一滩死水一样，就是迄个所在，就是死死的一窟水尔。死水变成死水就没有水治病池的水的功能，变做死水啊，没有治病的功能。伊无治病的功能啊。如果你的信心跟犹太的宗教一样，如果今仔日你的信心甲犹太宗教同款，你要守律法，你敢若要守律法，你拿起路子走就触犯了安息日的律法。你设施若是伫迄个所在，甲迄领被摕起来，安尼你来行路，你就是已经伫迄个所在犯着安息日的法律啦。所以我们看到后面18节的地方，那个犹太人要怪罪这个病人。所以你甲看后壁的所在，到18节的时阵，犹太人就来责怪这个摕这领被起来行的这个病其实人。后来就是责怪耶稣，其实实际上是咧责怪责骂耶稣，他们很在乎律法，因非常在意因的律法，他们不在乎这个病了38年的人的需要。因无在意这个破病38年的人的需要。而耶稣就是不顾这一切的传统，但是耶稣就是无顾惜这一切他来的传统，怜悯人。伊来怜悯人。你要到哪里找一个真正的避世大？你要去倒位啊，找到一个真正避世大的水池呢？今天的避世大不在荣总，今仔日避世大不是无伫长庚营总，毋是中间。真正的医治是要全人的健康，真正医治是爱规个人拢总健康，身体灵魂都健康，身体灵魂拢健康，神人的关系恢复了。上帝甲人的关系恢复啊。其实耶稣对这个病人还有第3句话，其实耶稣基督对这个病人也有第3句话，在第14节，第14节，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伊讲你已经得到医治，唔通搁犯罪啊！犯罪是属灵的瘫痪，犯罪是灵性上的变碎啊！属灵的瘫痪比肉体的瘫痪还要可怕。灵性上变碎比肉体变碎更加可怕。我们生命中会有不同的迷雾，咱的人生当中会有无同款的大梦。我们都说医院照顾身体，咱拢掠做病院会当照顾咱的身体，教会照顾灵魂，教会照顾人的灵魂。人是整全的，但是咱爱知影，人是规个拢总爱完全的。真正医治要全人医治，真正医治是爱规个人拢得到医治。一切的医治都是出于神，所有的医治拢是出自上帝，包括医院的，包括病院哦。他把医治的能力给人，上帝把医治的能力给人，所以有的病可以透过医生来医治。所以有的病会当透过医生来帮助咱。但是医生对COVID-19 到现在还没办法。但是医生对着现此时的这个新冠肺炎到今仔日嘛是还佫无办法解释，无答案啊。对罪恶、对死亡更没有答案。对着罪恶甲死亡，佫较是无答案。完全的医治，最不可缺少的是救赎。完全的医治，上界袂当欠缺的就是救赎。救赎要透过耶稣完成。救赎是透过耶稣基督来完成的。今天耶稣来了，今仔日耶稣基督来啊，他到这里来，伊来到这，他知道我们有问题，伊知影咱有问题，他知道你生命瘫痪了很久，伊知影你的活命已经变碎了他真久了，帮你解决问题，伊要来为你解决不是照问题你的。方法。
唔是照你的方法，不是照你的想法，唔是照你的想法。不用卡位置算风水，你唔免伫迄个所在看方位来算风水，在第一时间抢进一个小水池，或者是伫第一个时间内底撞入迄个水池内底。也许小水池解决你一个问题，检查迄个水池解决了你一个问题但是没有办法满足你生命的需要。但是无都满足你活命所有一切的需要。你一直会干渴，你一直定喙干，人就要去找另外一个水池。有缘爱去找另外一个水池怎么样才能找到真正的毕士大呢？怎样你有法度找到真正的必须大水池呢？所以前面约翰的第4章就有提到，所以头前约翰第4章那是安尼讲，另外一个水洞的故事，迄是另外一个最叮当的故事。那也是一个日正当中炎热的时刻，迄嘛是一个炎天赤日头的时刻，人很干渴就要找水，人真喙干，就要来找水。就在那个小城叙加一个池子、一个井的旁边，就伫一个小城市俗家迄个所在的一个古井的边啊。那个一个打水的妇人来了。伊伫迄个所在有一个抢水的妇人人来了。耶稣用这个机会，用水来解释了我们生命中的问题。耶稣基督用水来解释咱活命当中的问题。这是在约翰的4章的13到14节。这是约翰福音内底的第3章的一个第4章13节到14节。耶稣那时候说的是：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基督安尼讲：既然啉到这的水的，就是古井水的，伊犹原抑阁会喙干；但是人若啉我所赏赐予伊的水，伊就永远袂喙干，并且我所赏赐予伊的水，会对着伊的腹中来沁出活泉，一直沁到永远活。耶稣在说什么？耶稣基督咧讲啥？耶稣是在说他生命瘫痪。耶稣是咧讲，伊的生命已经变水去他活在罪中，伊活伫罪恶当中。他在找毕士大，伊咧找必须大水。他找了一个又找一个，伊找一个又找一个。他曾经跟5个男人在一起，伊捌过去的时阵，含5个查甫人大过。可是他生命还是干渴。但是伊的活命内底，耶稣在指出我们人的生命，耶稣咧指出咱人的活命，说出我们的光景，讲出咱的情形。我们都会渴，咱拢会喙会生病，咱拢会我们破病，有问题，我们要找毕士大。咱有问题，咱要找必须大。我们用 Google， 咱用 Google， 我们等天使，咱咧听候天使，我们抢第一，咱咧听候的最叮当抢第一。可是耶稣却说我是活水。但是耶稣讲我是活水啊，喝就不渴了，啉我永远不渴了，永远袂喙干，不用再去找那个不能让你满足的小水池了。唔免搁去找遐无法度互你满足的小的水池啊。它就是生命泉，伊就是活命的水泉，叫我们能够像毕士大那个摊子，身心灵得一致。要互咱亲像必须大水池边迄个变水的人，心灵拢得到医治。叫我们像那个打水的妇人，生命改变，不再生活在罪里面。就亲像迄个伫雅各井抢水的迄个妇人人，活命改变，无搁再喙干。它是活水，迄是活水是一直在搅动的，活水是一直叮当的，让我们的身体得医治，互咱的身体得到医治，心灵得满足，心灵得到问满足，题得解决，问题得到解决。所以他知道我们需要救赎，伊知影咱需要救赎，所以在他的最后一周，所以伊伫上落尾一礼拜，他从那个阳门经过，进入了圣殿。伊对阳门经过了，进入圣殿，他成了那个献祭用的祭物，伊成做迄个献祭的祭物。他是上帝的羔羊，伊是上帝的羊羔，他完成了救赎，伊完成了救赎。他知道我们需要医治，伊知影咱需要受医治。我们在找毕士大，咱咧找必须他就来了医治了。伊就来甲咱医治啊！他来的那么突然，伊来了遐尼忽然，突然出现在我们生命里面。忽然间伊就出现在咱的活命。甚至13节那边说，病人甚至不知道医治他的是谁。第13节讲，病的人甚至唔知影医治伊的是虾米人呢？这就是耶稣做事的方式。这就是耶稣基督做主动的穿越，伊伫迄个所在主动来甲咱穿透过。以赛亚书告诉我们，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罪孽压伤。以赛亚书讲，哪会知影伊为着咱的过犯受害，为着咱的罪孽受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亲像诗歌内底讲，因伊所受的刑罚，咱得平安；因为伊所受的鞭伤，咱得到医治。耶稣是我们的毕士大，耶稣是咱的必须大，一直搅动的活水，一直加叮当的活水。第2节有问，第2节有说，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
是不是？第21个所在讲，希伯来话讲这个水池啊，叫做毕士大。毕士大的意思就是怜悯之家。毕士大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叫做怜悯的家。你的毕士大在哪里啊？你的毕士大伫倒位？不会在今天耶路撒冷的废墟，袂伫今仔日耶路撒冷的迄个旁的所在，而在那个满有怜悯的耶稣。乃是伫迄个满有怜悯的主耶稣。他能来，伊来医治你的病，伊伫你的病来怜悯，来怜悯。他知道你瘫痪，伊知影你变碎，知道你哪里瘫痪，伊知影你倒位变碎。他问你要痊愈吗？伊问你讲，你要得到好吗？那你说我如何痊愈呢？你安尼问讲，安尼我要安怎得到好呢？你要照他的方式。你要照伊的方法。当你寸步难行的时候，他说起来；当你寸步难行的时阵，伊讲起你还来。莫名其妙，他说拿褥子。你莫名其妙的时阵，伊讲你把你的被提起来。你半身不遂，他却告诉你你要走，用信心走。你半身不遂，确实甲你讲，你要起来行，照着信心行。起来拿褥子走，起来摕你的被了行。所以约翰福音的5章14节说，所以约翰福音5章14节讲，耶稣跟那个病人说：“哈，耶稣对迄个病人你已经讲，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厉害。伊讲你已经得到好啊，唔通搁犯罪，恐惊你后摆的造物更加比即马搁较。拿掉褥子，不要再犯罪了，摕掉你的被，唔通搁犯罪啊也！不要再进入那些罪人的迷雾里面。唔通搁进入去罪的大雾内底。你要痊愈吗？你要得到医治吗？你可能说：哎呀，我身体好好的啊。啊，你可能会讲啊，我身体就好势好势。如果你认为瘫痪只是你身体，那就是迷雾。即使你若是敢若感觉讲啊，人的身体啊好好的时阵啊，身体变衰的时阵哦，这是病，安尼你就是人生的大梦。可能灵性瘫痪了，但是你真有可能是灵性已经变衰啊！你就放弃了你过去的呼召，你就放杀过去上帝对你的呼召。你瘫痪了很久，你变衰了真久，你就躲在你工作里面，你冷淡了，你就秘伫你的工课内底了后，伫迄个所在冷躲在淡啊。人群的背后瘫痪了。秘伫人的后壁面，互家己变做变衰耶稣啊！过来呼召你，耶稣基督过来呼召咱，呼召你要圣洁，呼召你爱圣洁。所以全人的医治是包括罪得赦免。所以全灵的医治是包括着人的罪得到赦免。耶稣说不要再犯罪了，也许是对你说的。耶稣讲唔通搁再犯罪啊！兼唔知即句话嘛是对你讲的。如果耶稣呼召你，你不要再躲。即使耶稣呼召你，唔通搁闪避。他说拿掉褥子是叫你不要再走回头的路。伊甲你讲摕掉迄领被，是互你唔通搁行回头路。如果你说你人生有计划，即使你若讲你的人生有计 A 就划，要走到 B，对家要行到遐，结果可能会走到 C。但是你真有可能行了唔对所在去我。看那个 C 是大写的，但是你啊对 A 行到 B 了，但是上帝甲你讲，你爱对 A 行到 C，迄个 C 是大写的 C 哦。C 如果是耶稣基督哈 Christ，那个 C 就是上帝的礼物，比你想的 B 更好。即使你若是行迄个 C，C 就是耶稣基督英文的大写，或者 Christ 就是C，就是上好的礼物。你一直想走自己的路，要达到预定的目标，可能漏掉上帝更好的福分。你想要对 A 行到 B， 但是你真有可能要达到家己的目标，真有可能你会失去上帝原本要互你上好的礼物。耶稣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耶，稣讲，健康的人用袂着医生，有病的才需要。有病才需要。我们生命中有各种的病，咱活命内底有无共你要款的病，痊愈吗？你要得到好吗？不用去找那一滩滩的死水，唔通去找迄一窟一窟的死水，去等水洞。去伫迄个所在听候水叮当。耶稣会穿越所有的传统，直接来怜悯你。耶稣基督会当穿透过所有的传统，直接来找到你。你如果想要痊愈，即使你若要得到好，听他的吩咐，听伊的吩咐，起来，起来，除掉你身上的病。除掉你身躯所有的病，心中的罪你，要起来，你爱起来，这是他的呼召。这是伊的呼召。你愿意跟从他、服侍他，你要起来。你若愿意跟对伊、服侍伊，你就爱起来。我们人生需要地图，咱的人生需要地图。美国那个地图非常精确可靠，我以为可以用一辈子。美国迄张地图非常的准确，我掠做会当用一世我人，错了，但是唔对。卫星让那本书变成古卷了。
为车的引出，互迄本册变做古早的古卷。很多人宁可相信古卷，真侪人愿意宁可相信古早的册，就在那个水池边耗尽了他的一生。就伫迄个水池仔边消磨了伊一生的日子。卫星导航很棒，为星来引出非常的好，但是不能为你人生导航。但是伊无法度为你我的人生来引出咱。天上云会飘，地上路会改。天顶的云会飘来飘去，地上的路会改。所以车子会开到那个田中啦、水上啦、深坑去。所以呢，水会开到水上啊、田中啊、深坑里面啊。是嘉义的水上啊，嘉义的水上啊，中华田中啊，台北的深坑啊。卫星哦，不能这样导航。为啥无法袂当安尼来甲你带你的路啊？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讲生命，讲生命。毕士大是一个精彩的兆头，毕士大是一个精彩的调头，是约翰写的第3个记号，是约翰所写的第3个记号，告诉我们耶稣是谁，甲咱讲耶稣究竟是啥。但是耶稣或者约翰都没有说古卷里面的传言是正确的。但是约翰又像是耶稣，拢无讲古早的册所传迄个传说是正确的。起来拿路子走，起来摕着你迄领旧被离开。开始于一个呼召，起来。开始是一个呼召，起来。起来代表改变，起来代表改变，是你自以为做不到的改变，是你掠做家己做未来的改变。啊，每个人的人生迷雾不一样。每一个人人生的大蒙雾拢无共款。马太福音说到，马太他自己坐在税关上，耶稣穿越人群呼召他起来。马太福音写到这个马太伊家己本身是一个税务人员，坐伫税关顶遐，但是耶稣基督直接穿透过，了解讲你起来。他自己在马太福音说，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伊家己伫马太福音安尼讲，伊见证伊家己讲，伊就起来来跟对耶稣。他起来就改变了一生，一起来就改变了伊的一生。用他那个记账的税吏的笔，然后去写了马太福音。伊用迄个记小的笔来写了马太福音。我的人生从来没有计划要做神学院院长。我的人生对头到落尾都毋捌想讲要来做神学院的院长。耶稣是突破了所有的传统，穿越了迷雾来呼召我。耶稣基督是弄透过所有的这大蒙雾，了后伫遐呢直接来呼召我。他说起来，伊讲起来，我就放下了自己人生的规划，我就甲人生所有的计划甲伊放落，到了中台，来去中台。耶稣呼召你起来，耶稣基督呼召你起来，你愿意起来跟从他吗？你愿意起来跟对伊吗？你的迷雾可能不是地图 Google， 你的人生的大蒙唔是这个地图，也是 Google， 可能不是古卷传说，嘛唔是遐古早册，嘛唔是遐人生的传说，而是一些来自世界的声音。无定着是对着这个世界所来落入去你头壳内底的声音。叫你进场啊！叫你讲进来入去啊！抢第一啊！抢第一啊！网络要声量啊！这个网络爱伫迄个所在爱有唱起来啊！他说第一才是 winner 啊！第一名才是得胜者啊！穿越迷雾，你爱趟过遐迷雾，需要有明辨的能力。你爱有辨别的能力。明辨的能力不是从传说来的，明辨别的能力，唔是对着传讲来的，不是从电视名嘴来的，唔是对着电视遐足够讲话的人来的。明辨的能力从神的话来，明辨是非的能力是对圣经所来的。明白圣经才能帮助你穿越生命的迷雾。明白圣经，才有法度帮助你弄透过你人生的大蒙雾。我们请牧师带我们做一个祷告。咱三甲做伙压头来祈祷。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来感谢你的听痛。今仔日你透过牧师院长亲自来对阮讲话。阮的人生有真济阮家己的想法，结果阮是伫蒙雾当中咧向前行。主感谢你，今仔日毋是阮向你求，乃是你主动亲自要来对阮讲话。你叫阮放下过去传统所受的，主，互阮重新进入甲你相同行，听你的话，照你的话行，阮就会当软透过人生的大蒙雾，互阮会当直接进入到光明，得到健康新活命的开始。愿你这个福分丰丰富富赏赐互阮，
也互阮伫主你对阮的邀请，阮就对信心中起来，放杀遐过去的传统，毋通阁行回头路，互阮专心跟对主，互阮得到人生活命新的祝福、新的阳光、新的开始。主也有愿帮助阮加添阮的气力，互阮无阁再伫活命当中拍拼，阁叫阮毋通去犯罪。主加添互阮气力，互阮无阁再犯罪，免得阮拄到的比早前阁较凄惨。互阮遵行你的话，对待以后活伫你的圣洁阳光引带，通叫阮得到迄个上好的福分，就是你必万要互阮得到的。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主，咱阁再一届拍拍来感谢咱亲爱院长，谢谢。两位亲爱兄弟，咱感谢主的恩典，真正感谢院长对着咱有真侪美好的勉励。今仔日是中台新乐关主日，那么伫各位你的手中，拢会摕到这个奉献地，以及但拄则院长也已经有甲咱介绍，咱现此时新乐院的状况以及所有这一切的需要。亲爱兄弟，咱伫这所在呢，每一届这个备办的心。每一届的新乐馆，拢是为着造就上帝国的学生、上帝国的奴仆、上帝国的工人所有备的。所以伫这所在，咱求上帝的灵亲自来感动咱，互咱真实伫这所在回应上帝对咱的呼召。咱会通对着金钱顶面同齐来支持上帝国工人的起造甲训练。所以对这个时阵，咱三甲做伙备办咱的奉献伫主的面前，你会当一摆奉献，嘛会当有约奉献，嘛会当现金奉献，又搁加有约奉献，通将着咱对上帝所领受的恩典甲祝福回应伫主的面前。毋是咱会当做啥物，是上帝互咱会当做啥物。伫奉献进前，咱大成三甲做伙来祈祷。主，阮即时用敬虔甲感恩，感谢你，互阮伫上帝国工人的训练内面三甲做伙有份。亲爱圣灵，求你亲自催逼感动阮的心，互阮毋是出伫勉强，乃是出伫上帝你对阮的呼召，束缚互阮的稳定的基础顶面，阮凭着信心。来做成上帝你欢喜的奉献，通互阮的奉献也诚侪上帝你的业力，佮叫阮会通照着上帝你所吩咐的，积聚财宝伫天顶，互阮所行所做得上帝你的欢喜，也会通祝福所有在伫新乐院内面服侍受训练的老师学生。诚做即个世代上帝你所录用荣耀的器具，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圣名，阿门。咱三甲做伙起立，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咱吟唱这首诗歌，奉献咱伫主的面前。感谢主耶稣怜悯的听堂，你听我赦免我所有属的你，哦上帝我奉献一切我所有。我生命甲灵魂，我的心甲嘴唇，我在灵里相思，你用我到一世，要学了主无听，来互主做采用。主上帝，请听我小小的恳求，我立志献家己，要一生跟对你。用我卑微生命来做你的器具，主接纳我奉献。
心来感谢。主耶稣，人民会听他，你听我下面我所有属的你。哦，上帝，我奉献一切我所有，我生命甲灵魂，我的心甲嘴唇，我在灵里想思，你用我到一世，要学了主无停，来互主做采用。主上帝，请听我小小的恳求。我立志献家己，要一生跟对你，用我卑微生命来做你的器具，主才让我奉献。愿迄一位赦免人罪过、医治人病痛、医治人心心灵的主上帝，亲自伫一切的恩典、能力顶面，医治你、照顾你、引带你，佮赏赐伊所应允的圣灵伫你心中引带你，互你靠着圣灵的气力，赢过一切罪恶的引诱，互你伫所行的路上满得伊的恩典甲疼痛，叫你伫伊真理圣洁内面，直到迄一日见伊的时阵，得伊的称赞。含伊三甲做伙，进入伊为人所有备荣耀的国，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今仔日咱台语的堂聚会就到这，过一段落，上帝祝福大家平安。